继续来到昆林的北寮，有3个男子伫海埔咧划拉，无注意到中大水。等到发现的时阵，3个人已经掉伫沙坡顶了，因甲蚵仔架揽条条等待救援。这个岸顶海巡署的官兵马上跳落海来救人，因冒着真强的海涌，甲3个人为海里救回倒来岸边。这个过程是相当的惊险。 海风伫吹，海涌一直拍伫这个海巡人员的身上，伊穿救生衣、拖浮筒，要去救掉伫海上的人。原来有3个查甫人透早到袂了海边去挖蛤蟆，完全无注意到中大水啊！其中一个人家己收上岸，另外2个人掉伫蚵仔架遮等人来救。以望远镜侦收海面状况时， 发现近岸沙洲上有3名男子正持续往岸上移动，但海水已经慢慢淹没四周。海巡人员顺利挖紧分摸这个浮筒，回到岸边，完成这个救人的任务。海巡署表示讲，未了考取海域野生的蛤蟆真多，因为地形真危险。近年来已发生多起不了解当地潮汐及地形，造成涨潮时受困于沙洲上的案件。 海巡署甲县政府已经伫岸边设海钓的告示甲警告的标语，希望讲民众入来到这个所在一定要提高警觉。